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二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有欣。27秒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气压力发展可能会真做风台影响台湾南回地区进行防灾演练，应变灾害。新竹100一间幼儿园附设的托育中心，是伙伴囡仔跋落水池，却无人发现，落尾毒死。中英空服员破病上班结果过身，中英工会去立法院抗议，要求保障请假权益。观众朋友，今日真好天，北部、中南部可能会热到36度，也嘉义以南也有山区过道就要注意西北风。即卖关岛南边的海域有一个低气压力发展，可能会真做风台，按算伫个礼拜会开始影响到咱的台湾。周日之后可能开始要注意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受到热带系统的外围的环流的影响，下雨的情况可能会开始逐渐的明显起来。目前在菲律宾东方这个热带系统，我们还是持续在观察。以今天早上来看的话，它的结构还算是比较松散一点点。不过我们预估在今天一直到周五之前，它会逐渐的向西，逐渐接近菲律宾东方的近海，所以说它的结构会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五、周六的时候，它有机会进一步增强为今年的台风风神外海这个地方。气象署表示，这个低气压要安怎行也唔知影，有可能会挖进咱南部的陆地。另外，礼拜开始，东北季风就会来，气温可能会降6度至10度。北台湾伫咧食方面，较会来得好。好，这个低气压可能会影响到咱台湾，龙电水利署就去到花莲讲好清水沟啊。中央前进协调所调整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针对特例、针对安置来编组，是传85000地沙包互人来领，就是要防止风雨，搁再冲击到花莲的灾区。龙田水利署的人来到花莲县江河涌不做过甲成功过清除水圳，因的任务毋是干那干烂土挖出来尔，嘛要挖了深搁看，就是要防止未来若搁有风台，这烂土袂搁流登去圳沟内。下面那一段46项那个方式，我们会土坡我们会用帆布把它盖起来。重灾区之一的大东村，惊热带扰动可能变作今年第24个风台风神，村民赶紧来领沙包，不过公所发现。按14下晡到15早起为止，民众来这沙包的比例无多。放在小山猫，然后用小山猫到各村这边来去发放，会比较快。为了预防风台，中央前进协调所要改做中央紧急应变协调所，来因应预防风台所需要任务，编组帮山河天气监测组、疏散铁力、安置收容等高组，嘛准备85000个沙包给民众，每一路上最会当领20个。我们可能是以村为单位，还有以街道为单位，会有一个存积点，然后民众在那个地方来领取。中央讲，目前上要紧的是边沟的清理，伫15会当甲30公里的边沟全部拢清掉，不做过复原工作，由国军全面接管。风林镇嘛有过17进行清理好势，即摆要预防风台，除了人员的铁力保全，嘛要保护清理好的圳沟。主要的沟渠我们用防水布来做。那一般的沟渠，我们会用铺沙包的方式。15下晡2点，紧急应变会议召开了，各小组就要展开负责任务。中央嘛有过风台生成的时间是伫4天后，预防风台的准备时间要算量上，请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好，可能会做风台，花莲帮山湖敢会有影响？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讲，上好的防灾就是提早疏开。另外有风声讲，乌山头水库洗太阳能的供电棒是用清洁剂落去洗来污染用水。陈俊贵表示讲，会检查厂商的装备，若准有清洁剂，也着爱用12万吨，才有可能会超过标准。七大光电产业工协会开记者会，出来背回因洗水库的光电棒，干那用水尔，绝对无用清洁剂。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做业务报告了后，伊讲会精进管理的作为，未来厂商若入来洗光电棒的时阵，会检查因载的装备，无应该载就袂使哩。嘛强调相关的检测拢是背景值，若使用清洁剂、地书这款的数值，迄量爱真大。那如果真的是要用清洁剂造成这样子的一个数值的话，好，那其实我们也估计你一次大概12万吨左右，是非常非常大的量的。热带扰动最近可能会形成新的风台，帮山湖敢会搁一届造成灾害，要安怎保护当地居民的安全？陈俊贵讲，
当山湖土石的量也有1亿1千万立方公尺。确实会烦恼土石若是放落来，会阁形成另外一个放山湖，所以会好好规划，提早甲民众疏开。最好的防灾就是提早去做这些撤离疏散。那我们希望说要落实这样疏散，包括它的演练，包括它的保全清测，包括它的动线，还有包括它的收容。农业部强调讲，累积的雨量若甲200毫米，就会发布红色的警戒；若拄到低档、强度误入，除了发布红色警戒，嘛会发海啸警报。参考过去的经验来改善应用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一礼拜可能的落雨，台东县府唔敢大意，已经咧收报花通水咯。喺南回地区嘛开始防灾演练，应变灾害。如果风台北来，气象局预测这礼拜六东部会落大雨，为了要防范溪水涨起来，冲破爆发造成淹水。台东县政府自9月底启动南回地区溪流疏浚工程，费用爱3亿外，严格怎么抑阁直咧发包？县府先动用开口契约，做溪水引流加爆发加强。像金轮溪跟太麻里溪的嘉兰村跟太麻里溪的铁路桥上游的部分，我们已经动用了开口契约去做相关的加固跟导流的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因为7月到9月，台东县南回地区连续拄到落大雨加风台水灾，土石流冲喺路的，甚至冲喺命体内面，造成部分社区部落受危害。大埔乡立兴村灾害应变小组伫拜六风台内进行，先进行一场无卡本的防灾演练，用无人机监控发现灾害，并且空投物资，抑个指挥调度灾害抢救加人员疏散案底。希望伫个政府救灾助力也未来进行，社区家己先救灾。因为我们是住在台九沿线，那我们还有浪袭的部分，那也有海啸嘛，那也有土石流的部分，这个未来都是我们会来再强化自己。这样的一个物资的预备呢，3到6天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预备，因为我们在部落也有一些的店铺。台东县南回地区自16年前莫拉克风台了后，民众常常受到土石流的危害。县府讲，今年会伫咧县府的预算内面，搁再增加6000万，伫太麻里溪抑个金轮溪流进行河床疏浚，也提醒南回各乡公所爱加强防灾应变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中央广播电台是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伊的网站刷起封控中国的5000基治安风险引起讨论。根据国安局的报告显示，中国攻击咱台湾政府的网站，大概有280万摆，加在大部分是拢有查倒来。中央广播电台成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有资讯传播的重大责任，刷屏处关港加速来几日群官方网站向中国5000基，专项紧急调查，伫位烦恼香港可能限制治安、认知作战的风险。关局长蔡明安是回应有进行了解。它有涉及到他们内部的一些资讯，就包括治安管理的一些资讯。那这部分的资讯，可能涉案相关的人他们有一些交流，嘿。中共渗透台湾手段800款，国安局报告指出，中共对台发动国家战级的网攻，用系统性网攻咱医疗体系，各种攻势延伸到国防、外交、通信、能源等领域。蔡明安表示，中共利用公私协力进行骇客攻击。根据统计，中共骇客侵害咱政府网站，每天280万次，目的是想要监控咱施政动态，对外合作敏感技术资讯。hack 就是害侵，那害侵之后，只要窃取到一些资讯的话，它会 leak， 也就是它会改写，那或是不断重复的在网络上、暗网上来散布，那来造成民众会觉得好像政府的治安做得很不好，每天那么高频次的网络侵害，几乎都是全部拦截下来。今年国安团队查到150万的证据信息，无正常消耗20万800外组，大部分上论坛并且都传播的方式。蔡明安表示，中共阁运用 AI 技术，以从备形成影音，用来操作台美关税谈判、韩国演习、罢免投票、能源政策等议题，是要分化台湾的社会。记者综合报道。AI 带动出口，主计总处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到4.45%。不过，主计长提醒讲也是要注意 AI 发展过头的问题。市场对 AI 需求真大，所以台湾今年出口的表现持续成长。有立委关心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经过资产评估的达可能会消放弃，加上最近咱国出口成长拢靠 AI， 敢可能会有消放的问题。
AI 泡沫化的事情，你有什么看法？因为目前的需求整个还是很强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是需要有所防范。所以我们在韧性预算里面，我们就编列针对就是中小企业一些的辅导的措施。主计长陈淑珠表示，今年经济成长率成长4.45%，目前看来今年 GDP 应该会超过4.5%，一般认为会要到5%。也若明年经济成长率预估是2.81%。不过，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已经连续5个月伫2%以下，通货膨胀警戒线。不过，现在民众还是感觉物件万项拢在起咧。老百姓感觉物价涨很多嘞。现在是水果比较贵，还有一些就是房租啊、医疗。那现在就是我们的食物的部分，就是平常每日在饮食的部分，它是比较高。总统赖清德伫咧双十演说的时阵，讲到国防台湾之盾。按照2030年进前，国防预算要达到 GDP 的5%。主计长陈淑珠讲，变国防预算有按算慢慢啊增加到 GDP 的5%，资源分配袂影响到别项。另外，有关国内好业散车差距大，弱势变甲更较弱势，嘛加做质询的焦点。长照2.0升级到长照3.0，我们就加了227亿。长照有增加，我没有错。我现在跟你谈的社会救助那社会救助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都是尽量能够希望说能够来扩大范围来给予补助。台湾下半年唔能爱面临美国关税的影响，伫国防经费加权的趋势之下，安怎甲资源分配做好，搁兼顾民生甲经济，嘛考验执政者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新竹北有一间幼儿园附设的托育中心，有一个1岁半的囡仔溺水死亡。遐囡仔跋落水底的时阵，所拢无老师发现，但送到病院已经救袂回来。幼稚园的生态池边啊，已经扣封锁线，要调查囡仔到底是安怎跋入去水池内底。这个月初8，新竹一间强调生态自然幼稚园附设托婴中心发生一个1岁半的囡仔无说离溺水的意外，当时老师带囡仔去户外，有一个1岁半的囡仔囝意外跋入去大约20公分深的生态池，经过紧急送医，尾啊不幸过身。对于孩子的离去与家长的伤痛，我们感到万分的愧疚与自责。未能做彻底守护孩子的安全，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愿意诚实面对，依法承担一切的责任。根据了解，当天是幼稚园老师带9个学生囡仔去水池边啊进行活动，囡仔那亲像是无说离对水池啊边的空棚爬落去，因为老师第一时间无发现。等囡仔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新竹县政府表示，目前除了要求托婴中心向家长说明以外，托婴中心别伫拜三向县府申请停业，说来去来协助其他家长，把囡仔转去到北京幼稚园。另外，我们也立即至托婴中心的现场查扣监视器的画面。目前，县府已经组成了专家调查小组，进场协助进行场地的勘查跟人员的访谈，希望可以尽速厘清本案发生的原因。据统计，中心现在尚有29名的收托幼童，故中心已于今日正式发函本府，申请于11月15日停业。新竹县社会处指出，目前县府已经设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针对人员的疏失也是管理上的问题，依照调查结果对幼稚园做处分。幼稚园负责人该照顾细汉囡仔的老师，爱负起什么款的相关责任，该等待司法调查厘清。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苗栗社文林书单机中，今年2月伫咧徛街附近起好2个人无着伤，即马地检署是警察终结，甲这2个人依法提起公诉，求判10个月以上。2个穿乌衫的人看到单机中一个提款桥水喷面，另外一个提棍啊讲嘢上卡，被害者个人一直闪，都到附近点头求救。苗栗县社分人书单机中今日1月伫南镇家己厝的附近，后生单细小查甫人拍，造成尻川皮甲骹真侪所在刺伤。苗栗地检署就是警察终结，将2人依照刑法伤害罪嫌提起公诉。检察官侦查终结，认陈姓、施姓被告均系涉犯刑法第271条第1项伤害罪行，向台湾苗栗地方法院提起公诉。
陈其中参加社会环保运动10多年，捌做反困苦事业废弃物掩埋场自救会总干事，即嘛是台湾石化保育协会专员、苗栗县环境保护协会理事长。真侪环保抗争现场容易看到伊的身影。讲代志发生了，亲人将惊吓，各地下街增感时期，这传汉明显是有无国义，或许是阻挡一寡影响环境开发限制数，检警应该找出幕后黑手。当然是希望说这种事情是一定要调查幕后黑手是谁啊？就算不晓得是哪一个案件，你也知道说，一定是阻挡了嫌恶设施的兴建，或者是它的环评过程，然后被人家教训嘛。检方表示，两个嫌犯对积极参加公共事务者施暴，公然挑战民主社会保障人民的核心价值，可能提出寒蝉效应，严重侵蚀民主法治基础，请求法院处10岁以上刑度，来确保社会秩序甲民众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松山三民路站，有民众看到一个查甫人一直咧救一个女性，民众出手才无互救去。目前警察已经把这个查甫人移送法办。经警方了解，女子行经上址欲丢弃垃圾时，徐贤从其身后靠近，女子惊觉有异，转身查看，突遭徐贤由后方抓住其手腕，双方发生拉扯。路过民众见状上前制止。全案涉及强制猥亵、强制罪、公然猥亵、性骚扰防治法、社会法等罪。警方将调查厘清后，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根据警察初步调查，甲人扣的是家友，犯案的时意识若像无清楚。警察继续理清案情，卖伫附近加强巡逻。好，也有民众伫咧网络顶看到在地农会咧卖农产品，遐农会这边呢说讲因无咧卖，应该是去互假名。今麦已经有报警察，提醒民众加注意，莫互骗去。一个点入去网页，内底有沙地镇农会的产品，伫网络买卖，各有附相片。不过消费者发现，这项看守的甜菜菌粉，哪像毋是农会的产品？来农会的门市嘛找无这项产品，民众讲这是诈骗。人路种我拢无啥爱买，我去用骗几个摆。哦。基本上不太会求证吧，因为想说237块很便宜，可能就点进去买了。闪大概20多通，然后现场来的其实都是一个人，就是自己来，然后一天也大概都2、3个。9月中旬开始，西地农会小线接到消费者的反映，有GIC的网站用农会名义咧买卖商品，网站顶面说无农会住址甲电话。农会嘛无相关的商品，已经向派出所报案，呼吁民众唔通中价。像 FB 上面这一页广告的，你真的查不到他的地址，跟查不到他的联系的单了，他都就叫你用上网去，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在境外或是非法的盗用人家的商标来的不肖厂商在使用。农会讲，不少业者替农会品牌咧做广告。伫全台湾试过片，逐工拢有民众打电话来问，除了已经报警追查，嘛呼吁消费者爱注意，唔通去买到这种来路不明的农特产品。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空服员破病，伊唔敢请假，是继续上班，结果过身。今仔日都有10几个中央空服员去到立法院来抗议，因讲公司登记以来请假的制度一直有问题。要请假是有够困难，也若真正请落，阁会互处罚。提出大家是唔敢请假，才会造成今仔日这场悲剧。中营航空的空服员，甲手中的白玫瑰放伫立法院头前，来悼念过身的空服员。西村的空服员因为身体无爽快，唔敢请假，继续上班。对伊带离飞转来台湾住院了后，就安尼过身去。这个案件引起各界关心。工会表示，因自本伫咧公司就设一个悼念区，但是透早接到消息，讲公司拍算甲伊刷掉。我们在公司设了一个小小温馨的、令大家可以追思的献花区，我们不见任何一个主管下来表达关心，甚至我们今天发现，我们的公司想要出手把它清除掉。情何以堪？中营工会表示，公司长期对员工的请假规定拢真严格，亲像请假就要靠分数，考核也会受到影响。亲像病假、特休、风台假，基本上拢是袂当请的。请假会互公司扣分，影响福利，变相亲像受到处罚，甚至佫会互主管约谈，怪员工无甲身体照顾好。
在一般的公司，如果今天生病了，公司要求你用个人的特休去抵扣，可能大家都已经会很不爽了。但是在长荣航空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长荣航空是，我就算要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去养病都不可以，因为后续面对你的就是锁班表，就是让你无法选班选假。工会也个拜是透早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会讨论中营航空的一条健康，工会拍算提早到位，公开向政府表达诉求，要求爱修法加强保障劳工的请假权，包括病假、天灾、风台假也有基本的休假权益，请假袂当用考核来做威胁，希望政府会当保障空服员的基本请假权益。记者陈亚轩、曾俊佑台北报道。好，就是请假的制度有问题，中营空服员判病是继续上班，结果过身。劳动部长洪新涵表示讲，劳工请病假煞袂当来领奖金，这个制度是无合理，会要求公司保障劳工的权益。另外，调查立委批评中营已经违规真侪届，说是罚唔惊。洪新涵表示讲，这个罚金伤少，会甲地方政府来讨论。中营的空服员伫咧公司的大厅，整整排几排，向过身的同事献花致意。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讲，中营航空对空服员的请假伤过严格，无论是请病假、特休、天灾假，考绩拢会受影响。病假若拄好是伫咧固定假日，考的分数会更加多。不管是常见的特休被拒绝，或是天灾天灾期间被强迫出勤，或甚至是病假的时候被证明一再被刁难，这都是台湾劳工常见的情况。对空服员这次所引起的劳动争议，劳动部长洪新涵讲，头家若是违互劳工请病假，会当依照事业单位规模甲违反的连锁甲内容加重处罚，相关罚150万。也个劳工若请病假，规个嘅全勤奖金就拢无去，也无合理。我们认为，如果劳工请病假，但就要被没收整个月的全勤奖金，那这其实是不合理的。后续，那我们也会用制度性的要求，在这部分来保障劳工的权益。劳动部自111年开始，针对航空运输业进行238场的劳检，有50场违反劳动条件，违法率21%，总共处分金额725万，长刑就占352万。调查立委拢批评长营航空有几多遍违规的记录，严格拢罚唔惊。每一次都是2万块，对照一个营业额每年高达上百亿的企业来讲，不会发挥任何你的这个财罚效果吗？以它发生的频次来说的话，财罚金额是太低的。我们会来跟地方政府讨论。这边空服员过身，让大家看到企业伫咧劳动管理上的缺失，病假不应该将做员工备考考级的理由。洪新涵强调，所来会针对劳工请病假样态，一个不利对待情形做综合检讨加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劳工权益爱改善的也有一项，台湾甲日本的人权团体发布一份报告，点出台湾远洋渔业有人权风险，头家欠渔工薪水，福利无够完善，是呼吁政府爱提出保障渔工的人权政策。做伙提调查报告翕相，向世人指控台湾的远洋渔业所掠到的双仔鱼销去日本市场的无透明供应链，其中也有人权风险。这份经过2年的调查报告，是台湾甲日本的人权团体合作进行，其中和台湾请用的远洋渔工指控，头家甲因的护照扣掉的，也个欠因薪水超过半年。Di Samoa saya gak bisa pegang paspor. Semua ABK sama, dokumen-dokumen kami semua dipegang oleh kapten atau majikan. 受害渔工再讲因拄到的情形，希望台湾甲日本政府了解因的痛苦。政府同士ももちろんですけれども、企業同士あるいは私たち市民がですね、労働者、消費者として協力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考えています。人权团体呼吁废除相关评估制，将境外请的远洋渔工也纳入国内劳动法令保护，也若欠薪水的问题，爱建立问责制度。是要保障渔工，在加入工会、组织工会也不会被报复。那企业端其实就是多项的评估，包括人权风险的评估，包括供应商的评估，包括对于移工人权的评估。对此，农业部渔业署有告，以后远洋渔业业者将依照风险的等级提拨工资定向准备金到专户，若是无参加，就无法度再摕到作业许可。按算自明年开始全面实施。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社会主题第4季今仔日公告，就做10月27开始申请，也即便有推出婚育专案，就是要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中央社会主题第4季10部正式公告叫做有缺限释出1831户，其中那扩大军警消条6户，佮第一摆推出婚育专案下题。大概每个社区会留20%。这一季招租的部分有2个是全部都做婚姻家庭的，第2个就是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每个社区都有8%的军警消的一些照顾的保留的户数，但是这一次在高雄凤城凤松的时候有30%，因为它土地都是国防部提供的。除了台北文山、竹湾总加新北南口四大文山手串的2案婚育地，其他5项有761户是婚育家庭保留户，为确保囡仔读册稳定，有囡仔家庭应享受上长12年早期的保障。中央社宅的室内标准配备，每户都有工作阳台，另外客厅跟卧室皆有对外窗，并且有节能热水器跟炉具等等的设备，方便申请人在中签之后可以快速的入住。其中婚育宅最快从明年的2月1日便可入住。社会主题租金是市价8到9折，暗过会照厝龄市场行情，社题所在地加申请人的经济状况这因素用无共款折扣来算，用台北市的中价收入户费率都可能落在市场行情的3折。考量就是社会住宅它的那个弱势比例高，那再加上我们这一次针对婚育家庭有一些保障的比例，所以我们中央社宅的部分，我们原则上市场租金上限都是8折。纵使我是全新完工的社宅，我也已经用10年中古屋的价格去固定市场租金，再给予折扣。所以它其实是市场租金的7折。针对中央条例关心社题推动进度，内政部表示，到9月底，全国社题已经达成12班2144户，包含地江兴班已经达成12班1077户，包括大管社会主题有效契约组10班1067户，强调8班细数家庭计划，照时间稳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学术会议在去年开始办，学校刷出很乱斗数的情形，教师团体就呼吁讲，这个机制爱废除。教育部长陈英耀表示，即马会先检讨分流机制甲处理过程，避免人无徛名乌白来投诉。从去年校事会议创立以来，真侪教师团体拢讲学校出现乌白投诉的情形。全高中15提出因的调查指出，经过校事会议调查了后，真正达到停聘改聘程度的案件，敢若6%。这个制度根本是咧空胖。高受理就只要投诉就是受理再来，高启动、高成本，这些都是钱呢。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针对校事会议，几个立委嘛提出质疑。国民党立委郭志温引用教育部的数据讲，去年4月中到今年5月底，平均1个月有125个老师去用调查，无成立的是34%。案件成立的给予解聘的26，占全部的2.3%。这个比率，我相信，身为老师。我相信我们需要秉公处理。身为家长，我也很害怕，我万一举发，万一说我的名字，我的孩子被看到，我搞不好会受不平等待遇。针对校事会议的争议，全教总主张就要废除，或者是大幅度修改校事会议调查的制度。教育部长陈英耀表示，目前的方向是检讨校事会议分流的机制，投诉若无徛名，嘛被处理。我们希望分流在前面，只有真正不适任教师，当时校事会本来是处理不适任教师。陈英耀强调讲，未来校事会议敢若会处理无下任的教师。若有校长认为讲，爱上校事会议才会当互家长甲老师认同的做法。陈英耀讲，老师失误或者是突袭，校长应该爱提醒甲协助改善，毋是一声就上校事会议，会透过办法，互校长伫咧管理学校的时阵爱承担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哈马斯即马因去年还有20个以色列人质伊的遗体也未交到倒来。以色列即马警告，若警海会继续限制人道物资入去加沙。也美国这边，美国总统川普强调讲，哈马斯若唔解除武装，美国就会来出手。10个过环点掉，载着4具以色列人质尸体救护车到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法院研究所。路边有民众也国旗迎接因。这边的尸体交害行动是伫以色列宣布减少人道物资援助规模了进行。We hope that every last of the hostages will come back
We won't rest until they will. 以色列政府讲，哈马斯无照顶礼拜达成的停火协议，交害所有的尸体已经围晓，所以决定自15开始，甲逐工正力加塞援助卡车减半，并且暂缓重开甲埃及相接的拉法关口。根据川普所组成的20点和平计划，哈马斯甲以色列拢同意关害48位人质，包括20位生还者甲28具遇难者的尸体。不过到15，只有8具尸体被送回去以色列，13被送回去的4具尸体，包括1位以色列青年甲1位尼泊尔学生。另外2具尸体的身份继续要求保密。以色列军方要求哈马斯将甲所有人质拢限禁，互因得到适当的安葬。若果拖，会采取相对应行动。川普则是一个华府讲，哈马斯就要解除武装，若无美国会出手。Well, they're going to disarm, and because they said they were going to disarm, and if they don't disarm, we will disarm them. How will you do that? I don't have to explain that to you, but if they don't disarm, we will disarm them. They know I'm not playing games, okay? 1月13号，以色列放登去的要甲2000位巴勒斯坦人，伫登去约旦河西花了，指控伫咧关押期间遭受以军不当的对待，规身躯拢是伤病。加沙市伫以军撤离了，也开始清理的工作。نحتاج توفير الآليات الثقيلة اللازمة لرفع الوكام الثقيل لا تتوفر لدينا. 因为加沙的局势怎么也无稳定，哈马斯派几多百的武装人员伫咧落维持秩序，并且伫加沙市区公开处决几多位被指控甲以色列合作的人。哈马斯证实这寡处决受因的战术执行，讲是为了要恢复治安。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比利时甲希腊发动大罢工，是安怎？比利时反对政府提减退休金甲社会福利的经费，有几那万人行上街头抗议。希腊这边是抗议政府劳动改革，反对民营企业大日上班爱做13点钟。布鲁塞尔街路第14至少8万人响应三大工会反政府诉案政策改革，行上街路，示威群众甲镇暴警察爆发冲突。比利时是欧盟17国内底最不比例上悬的国家之一，为弥补财政红字，政府计划减少差不多100亿欧元的支出，同时因应北约要求增加国防经费压力。总理德韦佛提出诉案政策，内容包含减少退休金、失业救济甲医疗照护等社会支出。罢工也予市中心交通袂停袂动，布鲁塞尔机场真侪航班被取消，抗议现场因看到真侪绿旗的标志，向庭民众抗议。政府计划伫2030年之前，将退休年岁延到67岁。La pension à 67 ans, c'est très compliqué pour les gens qui ont un métier physique. Et voilà, le bonus pension, le malus pension est très négatif pour nous aussi. 南海的希腊包含民间企业甲公务员的两大工会，也伫14发起全国罢工示威，来抗议保守派政府推动劳动改革方案。其中上互民众反对的是法案允准民营企业将每工工时为即卖8点钟延长到13点钟。几啊千个包含老师、医师甲记者等群众组织伫雅典市中心，一路游行到国会大楼，抗议议员审议改革方案。这场罢工示威也予地方政府部门、渡轮甲火车交通袂停袂动。Θέλω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ήλιος ήλιο, ευελιξία στα 13 ώρες στις υπερορίες, απλήρωτες υπερορίες, με λιγότερες ασφαλιστικές εισφορές, που σημαίνει μεγάλη έλλειψη από τα έσοδα των ασφαλιστικών ταμείων. 这已经是这个月第2摆示威行动。虽然劳动部表示13点钟工时是属于自愿性质，一年上济应实施37天。新法案打造国口有春秋的劳动市场，运转员工应选择1礼拜工作4天，也保障员工顾着加班的权利。不过，工会批评法案损害劳权，下就劳工的谈判能力，并且在野党也呼吁政府撤回这个法案。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快登来到咱台湾，但那是洪灾是过3个月，不过伫咧台南7个嘉义路边呢，也是有真侪废弃物也未清完。7个月底哦，就是最后清运的时间，居民就怨讲公所一天才派2台车，这根本就拼袂了。在7个嘉义区的车路边，即阵还阁看到一堆废弃物，实在都歹去家具木材拢蹲在遐。自7月初，但那是风台重创以来，虽然3个月啊再后清运，也未完全好势。居民无奈讲，就算要贴要清，嘛清不完。那个里长讲他是有时间性，那个里长刚刚要去那个公所申请。
然后才可能一间这样去清就对了。对，所以还有很多都没有弄好。因为这徛起拢是济岁人，整理能力有限，加上时势出外食头路，无法度长时间回来斗3工清。这种民众伫网络发起本色分类行动，要招募志工来协助分类甲搬运。居民烦恼讲，公所逐工干那2台清运车，清运速度根本赶袂赴，兼无人趁机会会来遮乌白道，甚至有人甲蒙牌嘛摕出来等。一乡镇会当请2台，你要一个区清2台，你看要清到当时。塞了就对啦，1块咧啊，7个区域本身足济啦。安尼烦恼主要因为7个公所负责装卸收运到10月底，公所强调是1台车载2抓，一天不止2台清运车，准嘛延期要到11月底。真歹小原因嘛因为乡亲无分类，市府嘛表示陆续闹需求嘛是会当提出来。其实我们是希望区公所的这些暂置场能够在10月底前就关闭，避免很多不像民众认为它是一个弃置点，就可以随意把这个拆除的废弃物在那边做堆置。清洁队的部分其实就回归正常。那民众如果有这个拆除的废弃物需要在意的话，还是可以循正常管道通报。风灾所产生的废弃物，我们公所跟台南市政府一定全力来做一个协助啊，就希望说把所有的废弃物要分类清楚。市府强调会全力协助各区在后废弃物清除，呼吁民众爱分类，才通加速作业进度。那地方居民是毋望市府通加派人工、参车辆协助恢复家园的原貌。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来讲，桃园航空城调整范围，针对这站东龙开发社区的居民是定情讲希望区段征收会当重新来评估。也相关部会表示讲，会尽量协调来达成共识。唔放弃任何机会，摕票务化口号。东龙开业社区一行20名来到桃园航空城范围调整公证甲说明会来进行，因希望东龙开业社区纳入区段征收会当重新再评估，即时进行随时检讨甲安全防灾评估，维护民众骑驾安全甲基本人权。我们是在机场的围墙的旁边而已哦，离那么远，为什么他们都征收？为什么他不征收我们的？来不是说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子子孙孙。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我不希望他们过着这种生活。我们社区总共43户，只有6户不征收，已经发生了花莲光复的事件，难道我们要成为第2个新闻的焦点吗？目前桃园机场第3跑道的工程已经开始进行地势屯管的作业，地属社区地面的悬度比周边土地悬度低差不多4.38到9.4公尺。支持征收的民众批评讲，花莲公路乡崩山湖的事件，政府早就掌握风险，却无及时处理，这死伤严重无法度挽回。东龙开业即马嘛面对同款的危险性，呼吁政府爱重视。你有一间房子给我们住。坪数小一点点还可以接受，都可以接受。问题是没有啊。尊重住户的意见，好，因为这个必须要该笔土地所有权人全部同意。反对征收的民众是忧心讲，征收了本地的厝体面积较小，阁无停车位，阁爱贷款。针对民众抗议政府无主动和少数无同意和协商，颠倒把问题塞等于民众家己来处理，是行政无作为。相关部会嘛回应讲，会尽量协调支持甲反对双边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第74线快速道路昨暗呢有4台车崩烂，也受害的驾驶讲唔知影车是搞到啥物物件，这物件是倒一台车，啥物人落去的，警察正咧调查。车只拄啊转去第74线快速道路，车底向发出真大声音。驾驶感觉车是害甲真严重了后，马上就崩烂。我的右前轮跟右后轮就碾到异物，然后我的前后轮都爆胎，然后右前轮变形，有可能是大车，就是有可能是其他台车掉的东西。陈先生表示，这多停在路边了，还有几台车发生同款的状况，将着底盘发生崩烂，好加在无人员受伤。意外发生在10时暗时9点外，第74线快速道路东向16.7公里的所在，疑似车道顶端有大型不明的物件，加上暗时视线无好，有4台自小客车闪袂赴，车辆受损。违规者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
180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目前落落物件，甲是倒一台车落落，来调监视器来调查清楚。汽车专家表示，快速道路甲市区道路比起来，车速是会较紧。若发生崩颠的时阵，千万唔通紧急打档啊！因为当你急踩刹车的时候，轮胎施压之后，它的着地面积会加大，所以万一你急踩刹车，它会造成偏滑，车辆很有可能是会掉头，甚至会翻车。但可红提醒，若高速发生崩颠，行道路爱了稳，注意后车进行了慢慢靠向路径，等待救援的时阵，也应该拍上黄灯，加放各种标识来提醒后边车，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英雄街呢有一栋公寓，早起4点外后4楼有落台放落来，加在是无喊到人。结果技术去现场看，才发现讲，这个落台啊，甲建筑物本身是无更紧来相接。住户嘛表示讲，别户嘛有这种落台，应该爱全面做检查。透早时阵，车路人甲车拢真少，啊，毋过有真大地的红毛土角向位天顶落落来，除了讲真大声，阁真侪土粉。住户听到声音，紧出来看，才发现是楼顶规个灰台拢落落来。我是讲是车祸啦。安怎讲？因为半暝啊，边是听到大声，所以根本是车祸尔。就是透早差不多4点，台中太平区英雄街这个主体大楼，第4楼的住户灰台规个落落来。好在当时是透早，无伤到人甲车。当时住户嘛表示，迄个时阵规家伙拢伫困，无想到无风无摇，哪会发生这种意外？我住10几年了，10几年了。对。哇，这样前面有征兆吗？没有征兆。你是没有什么东西掉下来都没有？都没有。这个应该是钢筋的问题啊！你这样有一户了，就后面就有2户、3户一直下来了。社区主义表示，大楼是7层楼，已经30多年啊，差不多有230多户住伫遮，已经过保固期，责任是啥真歹查，啊，毋过嘛已经向建商反映，希望协助补强。结果技师则是下晡嘛去了解，佮讲灰台的钢筋加结构好亲像有问题。明显这个钢筋的连接是不足的，而且你假如钢筋有连接到那个外墙的混凝土，甚至里面的钢筋的话，它整个会绑在一起。结果技师是讲，灰台虽然有铁基啊，啊，毋过好亲像强度甲密度无够，加主建筑嘛无联络好，地势受来无平均落落来。因为其他楼层原来有同款的灰台，除了爱赶紧全面体检，住户若是发现无正常的壁碰，都爱赶紧通报。记者采访报道。屏东高区有3座灵骨塔，是拢已经超过30档，也公所是打算要地动兴起新的，也这又是引起全面来反对。公所这边呢是讲哦，灵骨塔已经无够用，也嘛已经办过地方的说明会，后个月就会来招标。20位民众徛伫高树乡公所门口，头绑布条啊，大声表达抗议。高树的村民讲，东兴村已经有一座灵骨塔，使用30年啊，如今阁要起第2座，实在伤超过。希望乡公所会使收回计划，甲新塔改设伫火葬场附近。利用基山立部对高美局过来，市政区甲阮高树咧，市中心。头加尾的时阵，都无到1公里。那古塔第2座要盖在我们东兴村，第2座盖下去，标数已经有4座那古塔，已经变成那古塔的故乡，影响人们，影响高速的发展。所以呢，我站出来抗议。居民自救会发起人杨家富指出，公所虽然拢讲有开过地方说明会，但实际上只办过1摆，根本无互村民充分表达意见。今年6月，已经有超过300位村民联署反对，正式向乡公所甲代表会交单情书，不过落尾拢无得到正面回答。好，从我们一开始的评估到决定，到依照法定程序去推动，我们就有做了一份说明资料。对此，高树乡公所秘书表示，原本高树乡的灵骨塔只有6000外个位，早就无够使用。新的灵骨塔是需要的公共设施，会当放1万个塔左右，结合公墓公园化设计，希望改善过去民众对墓地的印象。规个工程按算11月招标，工期1年2个月。公所嘛答应会请专业委员监督，确保品质与安全。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
也高雄莲池潭风景区边仔的儿童公园呢，有一座迷宫，不过这个迷宫伊的造型哦，真像一个梦啊。地方呢愈看愈眼，要得赶紧讲哦，爱来改善。也观光局呢表示，上紧11月就动工来改变造型。草厝啊、茶厝、庄仔厝，伫咧高雄莲池潭边仔的儿童公园，有一档用3只猪仔故事起的迷宫。因为儿童公园所在宽树荫多，市府利用囡仔古来打造迷宫，要增加囡仔佚佗面。不过详细看迷宫内底3间厝，配上弯翘造型的围墙啊，远远看过去都亲像梦啊共款，互民众愈看愈爱叫。晚上开过去可能会比较恐怖一点啊，早上还可以。对啊，会不会希望说改掉？毕竟这边好像是儿童公园。希望啊，因为本身有个小孩子，改掉比较好。啊，伊较后辈人咧6、70岁、70、80岁会安尼想啦。啊，毋过即马少年仔袂感觉安尼是安尼遐伊啊，即马社会咧进步啦，袂感觉讲安尼造型怪怪啦。咱嘛是有一个艺术伫遐。看用什么角度甲看啦？有人认为爱用平常心来看待，不过嘛有人感觉怕积水，望紧来改善。高雄市议员陈美娟14到第2会提出质询讲，迷宫起好无偌久，就定拄接到民众点情。迄时阵观光局因为有工程报告问题，无法度随改。现在报告期过啊，要求观光局要个时间定出来。因为很像这个。不好看，那居民认为一出门就看到这个，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局长，这个最快什么时候可以把它处理掉？目前已经在10月已经上网招标公告，所以我们希望是说11月就可以来开工，然后把这个形状修整的比较现代一点。观光局表示会针对3间厝的造型来做调整，上紧11月会当动工，到时会当给地方一个看算拢舒适的空间。记者柯家朱教勇高雄场报道。中华鹿港运动场附近呢有袂少野狗，都有民众反映讲哦，这野狗呢会规定走去到囡仔佚佗的所在，就是惊狗仔会来咬人，所以公所有去抓。所以有人佮把狗仔放出来，也动物防疫所表示讲哦，若看到笼仔内底有狗仔，唔通放落走，爱紧通报公所去处理去安置。中华鹿港的运动场有袂少民众会来遮行路运动，边仔嘛有佚佗的设施，但是有民众反映，即阵仔遮出现袂少流浪狗，规定的流浪狗佮会走去囡仔耍耍的所在休困，佚佗区的沙坡也有狗仔的排泄物。北看按6、7只啦，佮按8只几啊斤的啦。反正也乌白规乌白啲人就唔好，反正规群住伫迄个沙地啊。嘿啊，我反正暗时看10外只。鹿港镇公所表示，即搭遮大约有20多只的流浪狗，都惊会发生狗仔虐人、咬人的意外，而且狗仔伫囡仔耍耍的所在放屎尿嘛有卫生问题，加上台湾世界店都有店区伫附近，即阵仔人潮济，公所设置狗笼仔掠狗，要来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但是说小连续有民众甲掠到的狗仔放走。咱有掠到10只狗，这10只狗掠到了后。有3只去互民众来甲咱放走去，啊，不过咱另外迄7只，咱嘛是甲交互咱动物防疫所这边来协助来安置。要呼吁民众那如果说有看到这个已经有诱捕到的犬只，不要把它放走，而是要直接赶快通报鹿港镇公所来把这些流浪狗带走。公所表示，未来会加强巡视甲环境管理，嘛呼吁民众，若是看到笼仔内有狗仔，应该赶紧通报公所做后续的收容安置，千万唔通大主大意甲狗仔放出来。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即马咱台湾65岁以上每100个人都有8个失智，如果未来20档失智的状况会更加严重，都有民间团体办活动来体验这个失智哦，希望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失智的状况，甲伊行为背后的原因。然后第4个失智症是无法预防的，然后第5个失智症患者什么都不懂。公司透过简报甲民众互动，互大家了解什么是失智症。根据卫福部的统计，目前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有要活8%。有民团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失智症，所以要伫咧北中南举办老教室工作坊。拜三伫咧台北举办头一场，有民众表示，家己过去负责照顾有失智症的先生，伊希望透过课程会当更较了解失智症，未来若阵家己拄着嘛较袂遐紧张。我自己从照顾者毕业，所以我也想说来体验上一下这个课程，然后未来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老化过程，万一天黑得很慢的时候我怎么办？所以我也想说，我怎么来学习自己未来有可能是被照顾者，然后
即便我曾经当过照顾者，但是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民团指出，失智症是一种疾病，不是自然变老的症头，但是有八成的民众有错误的认知，所以必须延误就医。也毋过，其实失智症是会当预防的。民团运用倒伊的认知功能障碍卡来互民众了解，比论时段是安怎无爱洗身躯，还是袂认得厝内人等等，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在整个课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运用卡牌的方式来去认识到说失智症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哪一些的问题，跟生活上面会造成怎样子的影响，然后去理解失智症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兵团指出，失智症无一定是老人才会拄到，即马得失智症的年岁也有少年化的趋势。希望社会大众会当对失智有更较侪包容、体谅甲理解，也鼓励朋友量早接受治疗。兵团表示，这个工作坊嘛欢迎学校、医疗中心，也有政府单位等等来申请。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来讲，因强到身躯长脚底，毋过脚底呢，事实上因是走甲真紧，比人搁较紧。伫咧古早呢，就是咧协助主人拍蜡，也伫咧德国的慕尼黑，因都有办因强到走表的比赛，有够高级。比赛还未开始，就定规个狗仔就已经开始要冲。在主办单位命令之下，这狗仔就向前冲。德国慕尼黑最近举办国际因强狗比赛，要看3名狗仔走上紧。这项比赛无划分跑道，为狗仔中途就开始算起来，互主人唔知要安怎是好。这查某囡仔抱的因强狗第一摆参加就进入准决赛。Anmelden und haben uns dann, ich glaube im Frühjahr, als es offen war, haben uns direkt angemeldet. Und jetzt haben wir ein bisschen im Wald geübt und sind sehr, sehr stolz auf ihn, dass er ins Halbfinale gekommen ist. Und er hat eine sehr gute Leistung erbracht fürs erste Mal, finde ich. 慢看因强狗的脚底，因其是真高运动。上早后进队孙勇时阵是用来协助拍蜡。过去2年得到冠军的狗仔，40公尺敢若用4.4秒记录，比一般人走800米的速度还佫较紧。看完紧张刺激的比赛，来看人狗强武的优美为人。这穿红衫的舞者，甲伊的狗仔展现真好的斗打甲技巧，无论是前脚徛、拍破各种伫头壳练，狗仔拢用伫音乐声中，甲主人配合甲把，而且毋但一只狗仔跳甲真好，十几另外一只狗仔共款，互人真学乐。Für Swing ist es die erste Europameisterschaft. Sie ist erst 3 Jahre alt, also einer der jüngsten Hunde da vor Ort. Und das wird echt spannend. 这2只狗要参加11月伫上海里举行的欧洲犬步锦标赛，继续互大家欢乐甲惊喜。公司新闻站回应评hiệu。咱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离北都至35度。中部地区离北都至34度，南部地区离高都至34度，南部这边离北都至31度，外岛地区离北都至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